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带领咱搁经过一个礼拜咯。今仔早起咱三合伫遮，接到这个现代化的设备，就是伫网顶三合伫遮敬拜主。所以你无论伫什么所在，伫本国还是伫外国，你若有法通收看这个网顶的聚会，咱仍然伫灵内面有相通，主伫咱的当中来做工，互咱接到神的话语，搁较知影神的心意、神的旨意，伫咱的伊的行里身顶应该着做啥物有时伊会警醒来提醒咱，有时会警告咱，有时接到一件好的见证，通来帮助咱。所以咱感谢主的恩典，求伊来带领今仔日的聚会，愿一切荣耀归托神。来一阵三合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啊，你毋但创造天地万物，你也为阮犯罪的人备办救赎的恩典，借着你的独生子耶稣降世为人，来为阮做成拯救的办法，就是叫阮来相信主耶稣，阮的罪得到赦免，赐托阮永远的生命，伫上帝内面有永远的福气。阮感谢你。但是阮知影，阮现在活伫这个多罪多难的世代当中，不免有一件代志会影响着阮。但是你甲阮同在，你答应，你要甲阮做阵阮毋免惊吓，因为你是耶稣降世为人，是以马内利，上帝甲阮同在。阮感谢主的恩典，阮借着这个祈祷，借着读神的话语，借着这个讲道，借着彼此的勉励，有可能坚固阮的信心，也互阮知影要靠主的恩典来行人生的道路，一直到见主的面。所以，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你，借着你今仔所托阮的信息，有可能帮助阮每一个人。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使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里啊，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使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今仔日来到神的面头前，要甲诸位来讲这个题目，就是真正的赏赐是啥物？真正的赏赐 ，the true reward。圣经有讲到，咱怎样做一个神的儿女，伫这个世上行事为人，怎样将来要得到赏赐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信息。盼望兄弟姊妹来三甲用心灵来听。咱知咱这个人活伫世上耶稣讲，毋是单单靠着食面，而是咱所欢喜的美食，真好食的物件，而毋是靠着怀这个丰衣足食穿真好，食真好，毋是单单靠着财。圣经讲，乃是靠神喙内所讲的一切话，咱才有可能伫这个世上咧过生活日子，才有蒙主的欢喜，咱才有可能行伫这个正路内面所以根据圣经的教导咱怎么讲？这个人毋是单单靠着食面，也佫靠着神内面的话。所以这个人美好的生活也毋是单单靠着人的好名声，伫这个社会顶面有名声毋是靠着什么别人对咱的阿乐称赞你做一个真好的人怎样帮助人毋是要得到人的称赞只有咱伫生活中这个属神的行理的人，咱的行事为人行事为人甲咱内心做代志的动机是怎样？是毋是讨主的欢喜迄个是最最重要的咱行事为人是毋是照着神的旨意来行咧？迄个是最最重要的。将来咱就有可能得到上帝的赏赐咱今仔要讲的这个信息集中伫马太福音第6章第1节到6节，16节到18节这段的经文内面伫这段的经文内面是主耶稣讲到咱天国的子民天国的王天国的王就是耶稣基督，来继续来教导咱天国的子民，就是基督徒天国的子民就是基督徒。咱伫世上有3项代志要
要怎样做，才有可能得神的欢喜。头一项就是施舍的代志。什么是施舍呢？施舍就是帮助人啊，做好歹帮助别人，借助别人啊，赞助别人啊，别人有需要啊，艰苦啊是什么问题，咱伸手去来帮助因啊，这个叫做施舍施舍。第二方面就是讲到关于祈祷的代志。祈祷是叫咱甲上帝灵内面的沟通，咱有啥物重担，有可能向上帝倾心吐意，将伊讲出来。也佫有感谢的代志，咱有啥物特别的代志，来到神的面头前来感谢，为着专心的要来向神祈祷。伊讲，咱伫这三方面啊，主耶稣讲。无论感谢、祈祷、感谢这方面咱有可能赢过文士甲法利赛人的义，伊是比因做搁较对较好，所以咱伫属灵的代志顶面毋是单单靠着模仿别人怎样做而是怎样对咱的心灵内面活出啥物呢？属灵的迄个实实在在的代志咱伫有新的生命。咱就属灵内面，咱的心灵内面，伫外表活出来，还属灵的实在的代志出来。咱知犹太人定定是用这三件事这三项代志做因个人敬虔生活的要求主要的要求看因做人施舍的代志、祈祷的代志、感谢的代志是生活的主要的要求但是呢回教徒还是伊斯兰教Islam 也佫加两项什么呢？除了施舍、祈祷甲感谢以外，佫加两条，就是调性甲念经。什么是调性呢？因至少一年内面还是一生当中因着去米加。就是因的迄个教主无遐略点去调整去看一摆叫因平时念经的代志这五项咱三项施舍、祈祷、感谢叫调整，甲因的念经、诵经因也上大声伫电台咧扩音机的咧讲因念经的代志个念经。所以这五项就诚做因信徒这个伊斯兰教信徒的行为的一家五项的支柱啦。所以天国的子民的好行为应该本来是应该就叫人会看伫，为着是要荣耀上帝的名咱亲像第5章第16节当耶稣咧讲到。基督徒属神的行礼就亲像做光做盐一样所以伊讲主耶稣讲说，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叫人看到恁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托恁伫天顶的爸咯。所以就咱的好行为就行伫人的面头前，来互因看到咱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托神但是咱做好歹的时阵毋是故意挑工的，叫人看见咱为着是要得人的赏识，得人的娱乐称赞，得人的荣耀。若是安尼为着要互人看出咱的虔诚这个毋是对心来做出来，所以就可能是咧表演，是外表的表演尔定安尼就得人的夸奖，毋是要得神的欢喜，安尼就毋对了。上帝无欢喜咱安尼最好歹是对心灵要用听心，实实在在做出来，毋是为着表演，毋是为着互人来夸奖咱所以即搭有讲到三项所以头一点咱要讲到耶稣讲到关于天国的子民就是信徒、基督徒关于施舍的代志。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4节安尼讲：
第一节讲，恁着小心啊！即叫咱着小心，毋通将好代志、善事行伫人的面前，故意要叫因看见，要叫挑工要互因看见。若是安尼啊，伊说就无法通得到恁天父的赏赐咯。咱若是挑工要叫人看见，就无法通得到天父的赏赐奖赏啊。第二节，所以恁施舍的时节，帮助人的时节啊，毋通伫你面头前喷火、吹喇叭，亲像迄假冒伪善的人啊！即个假冒伪善的人要做好代，伊先广告、吹喇叭，互人注意，因来到即个会堂内，还是街路的12路口伫街路12路口伫街路顶所行的，故意要得到人的荣耀因的目的是要故意要得到人的荣耀。耶稣警告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已经得了因的赏赐咯。赏赐英文叫做 reward 赏赐第三节，恁施舍的时节毋通叫倒手知影正手所做，左手正手右手，咱倒手所做，毋通互正手知影意思是啥物啊？伊只是真正的做毋是广告的第四节，为着要叫恁的施舍的代志行伫暗中，你会被伫暗中察看、观察人，的确要报答恁。伊意思，咱行伫暗中是用真心的做，毋是为着表演，毋是为着互人看要互人学乐，乃是实实在在要做出来。所以伫4节的经文内面伊头一项规则，讲到规则的问题，咱要行事，咱要做好代，要施舍代志，头一个规则就用真诚的心，真诚就是诚实sincere的心来行，因为施舍是出于人内心迄个爱心的一种的表现因为你有爱，你看见人真可怜待，你愿意来帮助伊是用疼心伫内在的即款的诚实来帮助人所以咱若是你做一项好代，若无用疼心来做呢，这项就变做啥物是上帝所无欢喜的。亲像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3节安尼讲：恁若将所有的钱财周济敬人，赞助敬人又搁牺牲你的身躯互人烧你若是无迄个疼心，仍然甲我无益，仍然对迄个做好代的人无益处因为干若因所做若无疼心，亲像啥物一弹的锣鼓还是迄个symbol迄个两个圆圆的伫咧去弹的一款的乐器，但是即款的乐器只有一个调，无哆来咪发嗦的迄款调，无啥物特别的意义只有出声尔所以咱若做好代，若毋是出于疼心，咱所做的拢是无益的虽然迄物件对需要的人得到了后，因有益处但是这个益处是暂时的而已但是圣经说，恁做这代志，若毋是出于疼心，甲我无益，甲迄个做好代志的人无益处，是啥物意思呢？是这个人咧做代志，毋是为着荣耀神，乃是荣耀家己，所以伫将来伫神的面头前，袂得到赏赐搁一项对你虽然做这个代志，毋是出于疼心，所以伫疼心顶面伫凭道德顶面、品德顶面，袂叫你进步你只是为着互人知影要来彰显你的好名声
得到人的夸奖尔定，但是对你的品德的进步是无益处的。是咱着用真诚的心来施下，来帮助别人，才有法通得到上帝的赏赐，才有法通荣耀上帝的名。现在世间人啊，做真侪好的代志伫某种的程度顶面，对接受赞助的人是有暂时的益处可能伫地顶有暂时的益处，但是对伊只要伊的动机是为着家己的名声彰显家己伊的虔诚即款袂得到神的赏赐，也无法通对伊的灵命、对伊的即个品德的增加，所以说对我伊本身迄个人无益处。规则第二，咱规则第一关于是用真诚的心。第二就是咱施舍时阵行伫暗中，伊说倒手所做，毋通互正手知影。意思就是毋是要宣扬，毋是做广告，为着要彰显咱的好名声伊说恁着行伫暗中，就是真正做的意思。秘密的去做时阵为着无要互真侪人知影是暗中去做。这样呢，才有法通真正显出你所做的代志的动机是对的，是善心的，是有听心的。你的动机是好的毋是要荣耀家己的名的但这段圣经讲说，得到赏赐呢，就是凡施舍的人因为动机毋对，所以伊的赏赐就是别人对伊的夸奖，就是伊的赏赐。但是迄个伫暗中来做施舍的代志的人伊所施舍的代志天父伫暗中就要报答伊，真正要报答伊。正亲像圣经内面所讲的，有时咱的报答是现世伫世间的时阵，咱就会看到上帝的报答咯。有的是等将来的时阵，伫天国内面得到上帝的报答。马太福音第10章42节讲安尼，伊说无论什么人，因为门徒的名，就是主耶稣门徒的名，因为为着主去传福音的时阵只将一杯凉水互这个水井内面的这个人来啉。耶稣讲：我实在甲恁讲，这个人不能不就是在世会得到上帝的赏赐。所以这个赏赐虽然是无讲到现今的赏赐，还是将来的赏赐无论是现今的现世的赏赐，还是将来的赏赐但是有的是现今咱就可能得到赏赐圣经甲咱讲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安尼讲，正亲像圣经所记载神为着爱听伊的人所有备的赏赐是啥物呢？是咱目睭袂捌看到，咱的耳孔袂捌听到，咱的内心是袂捌想过。那么这个是啥物呢？是超过咱所想所求的。神可能会伫今世的时阵就互咱得到赏赐了，上帝的赏赐我看见有真侪人做好代，上帝大大祝福因的家庭，祝福因的生理，祝福因的工作这是伫现世的时阵就得到上帝的赏赐了。有的将来的赏赐是要伫将来要得到报答所以有时上帝伫地顶就会报答人有时伫天顶在报答到神的报答的这临到咱所以我看到一个人忠心的服侍的做工得到报答。我记得有一个家庭是为伊的主人起真侪水的厝做一款的生意，真忠心
当伊要退休的时阵，伊感觉说伊做遮侪年咯吼，伊家己并无啥物感觉，无啥物成就，无得到啥物啊！吼，伊当伫咧想即项代志的时阵啊，伊的主人一日啊来到伊面头前说：某人啊，我即阵啊有一个 project 哈，有一个工程要叫你做，你做你用最底好的材料，最底贵的材料，最底用的材料啊。最底好的物件来装饰来起一块厝，因为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任务吼，要来接受一块地，甲起的一块厝。哇！这个真忠心的仆人吼，这个工程师，是既然是我最后诶这个 project 吼，那么我应该着好好。有头有尾来做好势，所以伊就尽量设计做得水的，尽量设计伊做得好的物件，做建筑材料，做得用的物件，而且每一间房间可能有真水的综合间，可能有游泳池，甚至在厝内逐项的设备是做得好的。无论生度冷气还是汽车，还是啥物，是做得好诶。然后几年了后就起了，要交托伊。后来这个主人手里就摕一包的钥匙，说：某人啊，这块厝是你的，是做你这几年来忠心诶做你的工作，这就是你的辛苦的报偿啊。这个人后来非常的感激，非常的欢喜。我就想讲，咱信主的人伫世间啊，来服侍主，做神的儿女，无论是做善事，无论是伫教会，无论是啥物工作上，拢忠心到底啊。咱将来啊，还是伫现今或伫世上的时阵，咱就会看见上帝大大祝福咱啊，互咱内心有平安，互咱家庭真顺利，伫这个生活顶面一无所缺，祝福咱的生理，祝福咱各方面。有诶，上帝的赏赐伫将来伫天国内面呢，因为圣经也是有甲咱讲，咱将来要得到上帝的赏赐，所以毋是说咱做后代无人知影。有时咱兄弟姊妹当中彼此鼓励，无兄弟咱着为主做一件好代志。所以天国的子民啊，毋是说无法通彼此鼓励，甲学乐咱就这个款的鼓励，咱就彼此鼓励做好代，但是毋是故意的要得到人的荣耀。圣经内面伊说，毋是伫人的面头前为家己分好，分好是啥物？引起人注意啊！要大声大噪声势，大做声势，互人引起真侪人的注意。咱若是安尼，就是变做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啥物叫做假冒伪善的人啊？这个假冒伪善的，实在迄原文的意义就是表演演员的意思。演员伫咧表演的时阵，伫台顶因有戴迄个假面具 mask， 因伫咧表演的时阵哇，表演啊真水，为着伫台下的人拍手学乐赞学乐因赞赏因就得到荣耀咱伫神的面头前忠心做这项代志，毋是要荣耀家己，但是要荣耀神的名。既然做假冒伪善的人是要得到人的赏识，得到人的夸奖，那么将来因伫神的面头前就无法能得到赏识了，因为人已经互因的赏识了。因所要的是要得人的赏识，得人的荣耀，但是真真实实的做神的代志，来为着是要荣耀上帝的名。所以咱将来会得到赏识，或假冒伪善的人就无法能得到上帝的赏识了。第二项，耶稣所教导的是关于祈祷的代志。
祈祷是交人的心灵交上帝沟通讲话，的代志啊。那么上帝所反对的祈祷是啥物呢？下面这3节甲咱讲啊，第6章马太第5节到第8节安尼讲，伊说恁祈祷的时阵，毋通亲像迄假冒伪善，即搭搁再讲假冒伪善是神所无欢喜的啊。所以假冒伪善的人咧祈祷的时阵，爱徛伫会堂内到12路口啊，伫咧祈祷，12路顶伫咧祈祷，为着啥物目的呢？故意的，这是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耶稣讲，我实在甲恁讲啊，遮人啊已经得到人的赏识咯，得到人的学咯。哇！你看即群人哦，伫遐12路口，咧祈祷啊，真诚恳啊，真诚心啊，为着要得人的学咯啊，就是得到人的赏识咯。第7节，恁祈祷毋通像迄外邦人用迄重复的话。什么叫做重复的话？定定话无改变，真矮班、真大班哦，无啥物新意，毋是对心灵内面出来。伊说因以为话若讲做了，的确会得到神的去听，随听因的祈祷啊，毋是安尼。第8节，伊讲恁毋通效法因啊，毋通学因做外邦人的祈祷啊，因为恁也无有祈求以前哦。恁所使用的物件你的天父早就知影咯啊！所以伫这个所在，上帝所无欢喜的、所反对的祈祷是啥物啊？头一点是要显耀家己祈祷啊，要彰显家己是真诚恳的，是真虔诚的这个敬拜神的人，为着要互人看见，这是神所反对的。所以因故意伫公共的场所啊，人真多的所在，或者伫12路口啊，伫咧祈祷，为着是要引人注意，故意要安尼做，为着得人的学乐赏识。这个学乐这赏赐且个这 reward 已经得到人的赏识了啊。所以祈祷当中啊。是叫咱毋通夸耀家己啦，毋通夸耀家己。咱祈祷是向神讲话，毋是向人讲话，这着注意啊。所以耶稣讲到这个比喻，法利赛人甲税吏就是修士官修士，这修士人啊是为着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收税，真常是加收人贪财，摕咧家己地下咧。所以税吏收税的人常常知影感觉是犯罪因为法利赛人是宗教领袖啊。所以耶稣讲这有2款人这个是法利赛人，这个是税吏，三个伫圣殿内面咧祈祷。迄个法利赛人祈祷讲啥物呢？伊讲神啊，我感谢你，我无亲像别人，你看嘛咧，伊咧祈祷咧讲别人无讲到家己，讲到家己是好，讲到别人是歹，无亲像别人爱勒索是威胁人，用金钱来威胁人你着图我啥物好处，若无要怎样对付你，勒索不义、奸淫犯奸淫的代志。无亲像这边头的这个税吏安尼伊讲法利赛人讲，上帝啊，我一个礼拜金价2摆凡我所得到的这财产这金钱我奉献1/10来奉献互你。伊安尼是咧祈祷吗？完全是咧捧家己讲家己的优点好处来讲别人歹处，这款毋是祈祷是上帝所无欢喜的。伊会毋对，伊家己毋知影；别人的小可毋对，伊就是咱亲像
看人目睭哦，有一支刺，却看无着家己一支牛毛一支蒲条伫伊的目睭内啊。所以这是上帝所无欢喜的祈祷啊。所以祈祷是人甲上帝之间的交往啊。所以信主的人其实无管伫什么所在，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所以咱无论基督徒伫什么所在，坐伫车顶，还是行路，还是伫厝内是徛咧，坐倒咧，拢会上帝拢知影。咱伫咧祈祷什么，随处都会用祈祷。但是有的人故意找真侪人的所在，你讲的祈祷的话是夸耀家己，指责别人的，即款是上帝所无欢喜的祈祷。第二项，上帝无爱向个重复的话，是无依无实的话。一句话直直重复，直直重复，直直重复，真空洞，真机械化，毋是出于内心的祈祷，这是上帝所无欢喜的。伊家己的祈祷什么伊家己袂明白，毋是出于内心的，是写便便的，直直读，直直念，念几世变做死板毋是出于伊内心的需要甲真正的祈祷啊。所以主耶稣强调人毋通用一家无意思的话，还是机械式的祈祷啊。因为天顶的爸是看重人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祈祷是一款的敬拜，需要用心灵交诚实。迄个诚实的原文就是啥物呢？真理啊！所以用真理叫诚实来敬拜神，来祈祷神，神才会欢喜。是活人真正的祈祷是愿意倚靠上帝毋是用无心无意思的重复的话来向神讲话，应该着向神倾心吐意的祈祷所以上帝所接受的、所爱的、以爱欢喜的祈祷是啥物呢？是对内心发出来的祈祷。所以咱怎么讲？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知影每一项代志，咱的心思意念，上帝拢知影。有时咱的祈祷所求的毋是咱所需要的，上帝只将需要的，咱需要互咱，毋是将咱祈求的互咱。因为咱其实有时咧祈求啥物毋是咱的需要，可能对咱有害处。那既然对咱有害处，上帝就袂按照咱的祈祷来详述互咱了。上帝知影咱的需要是啥物，所以伊就将最对咱有益处的物件来答应咱向伊的祈祷。所以这就是第二项关于祈祷的代志。第三点呢，主耶稣来教导关于禁食的代志。第6节、16节到第18节安尼讲，伊说恁禁食什么叫做禁食呢？就是无食。有诶无食一顿，有诶无食3顿，有诶无食真侪日。就耶稣禁食伫曠野咧32日伫遐禁食祈祷耶稣讲说：恁禁食诶时阵，毋通亲像怀假冒伪善诶人，搁再讲到假冒伪善是咧表演诶说面顶带着笑容，因为因将面创真歹看，真可怜可待故意要叫人看出因是咧禁食。耶稣讲：我实在甲恁讲因已经得了因的赏赐了。因世间人要赏赐，看到因禁食的态度、面型，是咧学了因咧禁食祈祷真虔诚的生活，是咧互人看安尼。第17节。耶稣讲：恁禁食的时阵，着热头随面。什么叫做热头随面？就将家己把打扮叫正常人一样亲像袂看出你是咧禁食哩着热头随面热头随面。第18节，
无叫人看出恁禁食来，只叫恁暗中的天父看见你的天父伫暗中咧察看，的确要报答你这是上帝所无欢喜、所无喜爱的禁食，叫上帝所喜爱的禁食是啥物？上帝所无欢喜的禁食是说，做一个假冒伪善的人面顶装较咱真可能看待暗占鬼咱亲像趴咧涂骹祈祷面的个抹涂粉安尼，化妆真歹看面顶带着笑容真正就忧愁的情形将家己拢真像真歹看。所以这个禁食的目的其实是啥物呢？是迄个禁食的人伫上帝面头前表示真谦卑家己，刻苦家己的身躯刻苦己心，就是食苦放弃家己合法的这个享受。我本来就应该食2顿食3顿，我连1顿也无食，为着是专心去祈祷，所以放弃家己的享受，甚至无困眠，失去了困眠为着干来者要祈求神的怜悯、旨意甲恩典，为着得到神的怜悯来听伊的祈祷，毋是为着要得到人的称赞、娱乐禁食毋是要互人娱乐，乃是要讨神的欢喜。所以当时的以法利赛人因一个礼拜内面禁食2摆因是故意咧表现出来，将家己的面创真歹看，伊就小可化妆者创较歹看甚至砍头砍面，甚至头毛牙乱，所以有时推一家涂骹的，涂粉抹咧面的互人看出，哎呀，伊很暗占哇，伊禁食真侪日了真可怜待伊真虔诚愿意甲主亲近来牺牲伊在食的代志为着要得到人的称赞诚恳你实在的祈祷的表现，这是神所喜爱。所以咱禁食祈祷耶稣讲伊着热头随面，就是外表交正常人一样，互人看袂出你是咧禁食祈祷吗？若无你干来你面反歹看，反忧愁那加较瘦调工的创哇，你头毛佫无热头无长叶是咧表演互人看的。耶稣讲恁着热头随面清气，甲普通人一样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无互人看出你是咧禁食只叫你伫暗中的天父伫咧观察你，咧看你你的天父伫暗中的确要报答你。所以上帝会报答用真心来禁食来祈祷的人所以神所欢喜的禁食祈祷，是用诚恳的心，用心灵甲神来沟通，将恁的重担、恁的心意真心的向神来倾心吐意。倾心吐意是将内面北来的代志、艰苦忧愁、挂念，向神完完全全的讲出来。神伫暗中伫咧察看，伫咧观察的，就会报答你了，会报答咱。感谢主的恩典。神看出人的内心的动机是啥物？若是对的动机，上帝就会报答；若是毋对的动机，上帝袂报答，袂答应咱。因为上帝要垂听的祈祷甲禁食的，是出于心灵甲诚实的，是咱所需要的，是对咱有益处的，上帝就会答应咱。但是借着答应咱的祈祷禁食，赏赐咱，有的是将来才要得到赏赐的。所以咱结论有3点来甲兄弟姊妹勉励。头一项，当咱听到今仔日的信息了后，
互咱有一个省察咱家己甲神的关系是怎样？你是毋是交神的关系真好呢？是毋是交常常灵内面交伊亲近呢？咱求神，咱所做的毋对，求神来饶恕咱、原谅咱。咱做错的代志，讲错的话、毋对的话，咱就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头前认罪悔改，神咧赦免咱一切过犯。第二，咱平日甲神有密切的交通也无呢？毋是单单要拯救别人，替我祈祷哦，你着替我祈祷，家己却无祈祷。神爱听的是你本身的祈祷有时咱会请别人为咱代祷，这项会做的，但是毋是定定请别人甲你代祷，家己煞毋祈祷，这就毋对咯。神更加欢喜你本身向伊开嘴讲话。向伊倾心吐意，这款的人呢，咱的灵命才会进步，咱才有可能更较亲近神，咱灵内面才有更较有力量来抵挡魔鬼的试探甲攻击，咱才会得到胜利。第三点，咱会想到上帝，伊讲恁着应当着将恁的忧虑甲重担写托神、放托神，因为伊顾念恁，上帝关心咱，所以咱有时拄着问题内面咱家己担当咱应该着将咱的重担推到神的面头前，甲来卸给神，去完全的交托给神。为什么咱安尼做呢？因为神顾念恁、少念恁、关心恁、关心神的行理。所以兄弟姊妹，咱现在行伫人生道路顶面，伫这个罪恶、重担、各款的问题临到的时阵，咱靠咱家己，咱真恶徛入得掉，咱完全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倚靠上帝的怜悯，来到神的面头前，向神倾心吐意。上帝的确要垂听，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今仔日所讲到的信息，求你的圣灵同工，借着你宝贵的话语，成做阮心中的粮食，作为警醒，互阮警醒家己伫神的面头前，是毋是甲主有密切的关系？常常将一切重担来带到神的面头前来写托神，因为阮知影，伫现今世代罪恶弥漫伫这个世间当中，真侪无好的影响，魔鬼的试探，阮四周围威胁着阮，所以阮也靠着家己的力量，阮是无够格，阮靠着上帝的带领，靠着上帝的恩典甲怜悯，互阮有可能伫这个世上徛入得在，我来赢过魔鬼的试探甲攻击，可能靠主的恩典做光做盐来荣耀上帝，一直到主第二次降临伫世间，来迎接阮到你遐所在去。阮感谢你，求主你保守阮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甲主继续的亲近，互阮做一个你的行理来荣耀你的生命，叫阮的灵命不断的逐日的更新与变化，更较亲近主，荣耀主。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